珍贵资源都是果菜，对过度注重健康同环保台湾人来讲，养生之道其实最简单。台湾内政部2017年的一项统计，谈论台湾民众保健意识的提高、环境和生活品质的改善，台湾人平均的寿命长期有上升的态势。台湾民众平均寿命是80.4岁。人讲人以其实，广东人讲健康是食出来的。这对台湾人来讲，一定养生的秘密又是乜嘅呢？喺講到台灣好食咧，一般朋友各地嘅應該係夜市嘅地方，像臭豆腐、鹽酥雞、雞排一條東西。當然也係遊客各地嘅台灣美食。今日我來探嘅係冇相同嘅台灣料理，就係食材原本嘅美食，清楚健康飲食嘅根本，也應該咩係台灣人希望傳承同發展嘅飲食文化。飲食幾多年味係養生之道。也就係幾多土地同食物的本味，也正係台灣原住民老祖先留下來嘅傳統智慧。更加國亮愛去台灣新竹縣尖石鄉，去親身體原住民嘅飲食文化。一片係台灣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，算係泰雅族嘅總頭。因為有個最好聽嘅泰雅族名嘅，我都未個人。意思就係一片係個最好嘅地方，未展現出原住民同土地嘅關係。靠山是山，靠海是海，也係台灣原住民飲食文化嘅特色，未表現出嚟人同自然嘅和平相處。其實人類嘅祖先都係隨擇隨食，最多用一些簡單嘅方式來做。唔過一種雜物嘅生物嘅習慣，對其他人來講係做唔到嘅。泰雅族傳統料理嘅特色，都係採用天然嘅食材同簡單嘅料理，保留食物原始嘅味道。長期推廣原住民飲食文化嘅古平生，曾經用創業原住民風味料理，都擺得到國際料理大獎，有泰雅食系嘅名聲。傳承泰雅飲食文化嘅原因，係原住民對大自然嘅熱愛同尊重。好，顧先生。好，也係盧卡出現了。錯。哦，我哋盧卡嘅，古數也係。生啲瓜。哦，啲瓜。做得吃只食。油呢咧，也新鮮呢。一年講油呢係個好嘅咩？超新鮮呢，能價格多嘅。哦，我先試看啦，一喺新加坡改很得咧，一種細細嘅，真是鬼新鮮。你有看到冇？一年個少。清甜好食，清好食呢。泰雅族係台灣嘅第三大原住民，咪係傳統嘅高山民族。泰雅族人以大獵同山田農耕為生，野菜文化係伊哋嘅飲食特色。國亮談論古平生行業梅花村嘅山拿，做片前3地都會健康人味。一條就係山芋粥，我哋就直接按嚟炸，青色咧就係新鮮呢。做得吃只是咩？我突然講喎，唔會，是咧，我合到親苦冇。唔係一多，也係精神冇，係馬得最好，唔就夠有精神嚟啦。有樣啊。合人好。唔過我哋啲山芋粥個奇怪，唔看人家精神出來嘅。有，也會呢。人家啲奶係要上山芋粥嘅花，係天公爺本嘅福氣哦。嘿，而家嘅唔係講我要秋油，中秋油，唔係哦。古平生講，泰雅族人認為野菜係大自然嘅禮物，冇農藥，冇經過加工。全天然的食材有貴豐富的維生素，使得對健康有幫助。追求天然的野菜文化，可能係泰雅族人人人一素的秘密。生意
也个係熱蟲。錯，生意哦有呢，哦，規支都有呢。錯有呢。真是的呢，也個像是葉嘅其他喏。其他部分做得洗澡，未做得拿來焗酒啉。哦，做得叫酒。錯，還有一個曙光做得拿來煮茶，對筋骨改好，做得養生啊。平常時我哋會拿一些枸杞啊、鳳爪，也係甘草，也係雞黃芪拿去煲湯。古時冇弄係田公爺幫我哋嘅東西。因為感覺到傳統飲食文化流失，古平生用完色嘅會議同太二沙訪談，開始記錄傳統野菜嘅知識，利用每一擺嘅對外教學，慢慢嚟講每一種野菜後輩嘅文化。也就係神物嘅，也係神物嘅。古時我看咯，也有個道種，我哋會摘一當紅嫩呢，最嫩嘅部分。錯。屋家附近嘅三拿路係古平生嘅太平鄉，隨時提供最新鮮嘅果菜。因為傳統人出名嘅三川係食當歸山嘅農作物，故所遵守傳統嘅古平生堅持用菜地嘅食材熱菜，用當歸嘅食材為主。來到一個地方，本來最大感受係兩隻是鹹鮮，一定原住民吼，對於路卡行出去落背，幾步路都做得有幾種純天然嘅野菜地幾片。路做得雜來食，清健康。故所本來最大感受係面對太自然熱潮，按太房嘅禮物，但定行係應該要有感恩嘅心。摘嘅各樣新鮮嘅野菜，古平生準備為各鄉煮太雅族原住民嘅傳統料理。簡單嘅煮法，碌碌架清蒸，要因食鹽，也都係原住民最原始嘅秘式。也係我哋嘅傳統料理，弄擺冇油，都係用嘅飯條嚟增加口味。就按你弄，冇睇面。也係地下邊個睇涼菜地杯咩？錯，因為野菜過冷嘅話有一些油脂，吃下去對身體咁冇安冷。錯。用清水淥野菜，再利用珊瑚椒調味，最尾加到大麵嘅飯條，都係簡單又健康嘅一項料理，純天然嘅秘式。也仲多負責供養，佢上癮，還有異味皮感，安尼喲，佢清香，錯，佢健康嘅感覺。古平生講，食物同身體健康係有相關嘅，為身體健康，要對食得健康開始。天然無加工嘅食物，都係強壯身體、保健養生最好嘅方法。我感覺原住民一定嘅個性，該天真，該淳樸。生活嘅環境接近太自然，一定生活習慣，包括做事嘅方式，都一定嘅簡單自然。像一定嘅做下後背，都看得到風景，睇泰山神拿順風，錯冇？唔看一定做事嘅方式，個性上見同埋定講，一啲東西搶邊嚴啲呢？做得講一定嘅調味，都係靠一個食材本身嘅一些香味，還係用一些辣嘅東西，本食物有特別嘅味思。也係一個冇同樣嘅做事方式，我認為。幾年來，台灣有機農場同人強嘅鋼鐵人突然增加，上班嘅人嘛變成都市鋼鐵人。台灣同新加坡同樣係寸土寸金，上我睇都市地區有7家菜園嘅係無咁簡單嘅事。唔過，如果有人唔認命，而如係愛睇太都市地區多一些太自然嘅氣氛，而係用做到嘅喏。談到對食品安全還有健康意識嘅重視，台灣人開始關心食入都市地區食物嘅源頭，自家情緒中嘅食物愛比超市買嘅更讓人安心。都市鋼鐵人阿咪咪喺退休後喺自家屋當種菜。還把創新嘅種菜方式同大家人分享。阿咪咪，唔好啊！錯，今日你做嘢啊？我哋一個係用幾種無用嘅材料塑膠乾嚟做嘅。錯。因為最大好處係乜嘅？最大好處就係唔是按太空間。唔定用喺上度睇活當行嘅細瓶種菜咯。其實最早我想嘅種嘢係因為食得安全嘅問題啦。大家咧就希望愛食得個健康一些。做得7家種都7家種，像俺們係改好種菜，係有種過多嘅話，都會送俾親戚朋友安尼，大家分享。除了分享種菜嘅秘密，
阿咪咪嘛係一個環保嘅能人，亦被創意都係來自廢物再利用。綠卡隨處拿得到嘅用品都可以拿來種菜，連存下來嘅菜渣、咖喱渣嘛冇弄黑。阿咪咪講，亦都全部係最好嘅天然嘅肥料。對阿咪咪來講，食自家種嘅菜，貴到天然嘅食法，都係以養生保健嘅秘密。阿咪咪講，伊最好食嘅都係防蕹菜，也都係新加坡人貴屬式嘅天王苗。伊講防蕹菜營養豐富，可以降低膽固醇。今日伊都做一項新鮮炸嘅防蕹菜，搶國糧食。哦，做好嘅，也係很多防蕹菜。錯，防蕹菜來試看啊。好，也係自家種嘅哦。錯，係我自家種嘅，冇啥物嘅農藥，來試看咯。一個菜幾嫩呢？好食呢，一個。有一句話在講，人健康如快樂。當然快樂嘅人如會健康，唔講阿咪咪以前健康，未該快樂。我認為伊嘅快樂如係對以前身體做來嘅。比如講，同腦筋用一條冇用嘅東西，睇一個唔係該快樂木當細片，變做自家一個細細菜園呢。故所日本大家一個想法，都係有人講過，愛有命如係痛，唔想愛健康，想愛快樂，請開始痛。宣傳式的健康，台灣有越來越多人做都市嘅耕田人，還有人把自然農法嘅觀念帶入學校。健康嘅飲食要對十八年頭下數，安尼正確嘅觀念最好從細開始教育。千歡喜來到台灣，咪要機會多種學校，同小朋友強下學習課本學唔到嘅知識。一行行長悠悠嘅菜，一條條香噴噴嘅瓜果，也為生命力發跳嘅情形，係學校地步嘅細菜園。同一般嘅菜園冇共樣嘅，也偏有流水聲。因為也唔單止係瓜果嘅落葉，也嘛係黃嘅綠卡，上面係菜，但下係黃嘅。一種農法學兩種生命，也係黃菜共生農法。田球嘅學黃嘅一種系統已經發展過久嘅，農民用水淹田，好把地波嘅黃嘅都自然到田球嘅地波生長。抗凍業都係把黃菜共生農法帶入台灣嘅都市耕田業。一個長菜係咩算有機生產呢？一個黃菜共生農法係有機農法，再來日本、澳大利亞安尼大量推廣，係因為伊可以省水，而且我傳統嘅耕種用水嘅10%。唔看安尼啊，地波嘅水係24點鐘循環，我哋唔會囤野水流出去，也都係黃嘅囤菜之間嘅水係互相利用嘅。我聽講能夠到小學、國中睇推廣一個。做乜嘅？我人嚟做咯。食農教育，如係從事食材嘅教育，更加我哋去推廣本太人沙嘅觀念，可能更難去改變呢。故所我哋決定啲小學、中學一片開始去推廣。黃菜共生農法，讓黃嘅做菜園地波最好嘅照顧人，為菜園提供養分。菜園離黃嘅過濾水質，唔會被化學肥料污染。抗凍業。把黃菜共生嘅農法帶入學校，因為下一代愛健康，食物教育比智慧教育更重要。讓世人嘅認識食物對內來，學習食物嘅樣式。因為現代人從事嘅係養生，觀念非常注重。從細假使本身人嘅透過食農教育，對接觸過程中，自然嘅食物係用嚟種出來嘅。達到無毒嘅一種生產過程嘅話，本人做得了解，甚至做得維持人嘅自身嘅一個健康。安尼嘅菜睇嘅以後係有機嘅，各位外地人食係就會變得更健康。我哋會支持一種有機無毒嘅長菜，唔好再食嗰種有冇嘅東西噴農藥嘅長菜。黃菜共生，安尼嘅環保觀念，本身人呢對細睇深度嘅種下一個種子。其實，咪係為人未來嘅身體嘅健康打下基礎。唔想一代人越來越重視健康，重視環保，也就係講沙皮體要求進步。想象一下，我哋沙皮大部分嘅人都對食物嘅品質有要求。安尼品質唔好嘅，如果俾人淘汰。
要求天然是得简单，反倒变个轨道养生的智慧。下一站国亮爱去远离都市人的阳明山国家公园，去亲密地在深山地带追求严密的触感。李凤德坚持用健康饮食的方法做料理，伊希望来到伊传统的人客，都可以用山马去感受到大自然的礼物。李凤德在传统的花园地带种的嗰道香料，无香嘅季节，伊会用无香嘅香料做料理。咪听讲叶片有各种嘅香料哦。我哋喺品种改多，唔过一年四季香料都无多强用。故说来叶片，就算系强于香菜，无强季节来用嘅香料，咩无多强用。咩事咪无强用？系啊，错噶。哦，也系意大利芹菜花，而家花开hết一路熟咧。哦，一个我看伊细细皮嘅，也真是香味嗰种咧。错噶，错噶。李凤德讲，天然新鲜的食材，能可以做出健康好食的料理。而做菜都尽量吞入到食材的谈感情，料理的动作地位展现到温柔的一面，细心的处理每一步。更难想象李凤德系化学工厂内毕业的，而了解到食品加工对人体的伤害。故是对保留食物的严密是最重要的，坚信天然如系好食。也学嘅喺台湾食片海鲜为疫情前无伴工业污染一个海鲜来嘅，而体态嘅速度特别慢，当然育出来嘅品质一定会好，喺台湾最好嘅学嘅。一定好，感觉唔知系咩也当红浪嘅关系，行起强下食起来，有一种饱满嘅感觉，几大口。李凤德讲，有位料理追求严密，用亲身种嘅香料调味。咪用自家做嘅胡同做点心，简单煮，纯天然。用成嘅方法係乜嘅？佢簡單，如係自然，如係嗌唔是所有嘅加工品。台灣更加要慢慢嚟睇改，如係人工加工嘅東西，一定係可以唔嘅，一定願意付出，多拿出一些嘅錢出來，那些是一些比較健康嘅東西。故說唔是咧健康，相對人嘅人生未會加佢健康。呢條街用心管理傳統20年，不說伊嘅菜式十分有創意。我認為最重要嘅係，我能做得好到伊嘅理念。喺我哋生活以上，比如講，買菜時節做得盡量考慮伊嘅品質，唔係輕易考慮伊嘅價值體內。行喺台北嘅街頭，會發現到台灣有幾多嘅摘菜傳統。食材已經變成幾多台灣人時行嘅健康飲食。台灣食材人口大約佔全台灣嘅10%，排喺全球嘅第2名。台灣連續幾下年盤CNN先做10大摘菜之都，係個按多人口食材嘅地方，大家對摘菜要求愈改高。原來摘菜每份健康同冇健康，加到大安用嘅線路，一個答案喺台灣一定前未到。一家創意果菜傳統嘅主人係 Jennifer。可以家尤其傳統係伊喺大學時期嘅夢想，咪係以送本台北都市人嘅一個禮物。先是用果菜做傳統嘅主題，利用台灣在地嘅食材係傳統嘅創業理念，用無強嘅做法呈現無強樣嘅台灣當季嘅果菜料理。我點點一個店同一般嘅摘菜店有一些無共樣，很用嘅咯。一開始我哋唔係為到愛開傳統人開嘅，我哋係為到天數友善對待土地嘅農民，也係我哋當時最主要嘅精神。如係講唔能夠重視食材來源，也係唔定要求嘅標準錯冇。係啊係啊。嗱，我睇煮嘅方面有乜嘅無共樣嘅冇？煮嘅方面，我哋呢東西一概冇辦是塑化劑、化學品。古所聽我哋店方看唔到攞杯摘菜店嘅材料，佢度乜嘅摘雞、摘鴨，聽我哋也係看唔到嘅。我哋每項都係自家手工做嘅。Jennifer 講宣傳健康、環保果菜文化，已經係台灣健康生活嘅風潮。台灣四季果菜品種豐富，供應冇問題，麻煩食材人有個多樣化嘅選擇。好，我哋先來念一下一個圖啦。頭多我看到有蛋黃有一些，有個雙黑調味料咩？有紅色咧，係辣椒粉咩？辣椒粉。哦。錯，我本堂嗰個是。哦，我感覺有個湯內話嘟嘟好。頭多師傅提做嘅時節，我未注意到，
有地位果菜，伊看起來濟濟怪怪。錯，係講伊冇用殺草劑，冇用化學品，冇用幾條農藥嘅花，基本上都會有一些人講嘅假外品。假外品嘅意思，都係伊喺市場可能冇按獎，唔過口感還係改好，都係伊冇按好賣。Jennifer 講嘅假外品，都係自己條外表唔打人，賣相唔好嘅廣告，而人大部分本市場淘汰就弄係嘅。唔過有越來越多傳統發現到利用這廣告可以節能減碳，降低對土地嘅負擔，本這廣告可以變成料理有創作嘅機會。Jennifer 同國亮講，聽到人口嘅老化，台灣人嘅保健觀念嘛提高嘅，民眾個注重養生，嘛提講多食果菜有益健康。當然，食品嘅源頭嘛係飲食健康嘅重點之一。我哋辦作坊嘅食物離開嘅源頭已經越來越遠咧，人類就話睇工業化食物鏈最微風，悄悄咪實現嚟同自然之間嘅連貫基線。土地係食物嘅根本，常由實實在在去感受大地嘅溫度，能係食出食物延綿嘅最高長度。台灣最強嘅風景係人，親手種下一粒鹽咧，用心做嘅一項美食。健康飲食對食物的來源開始，正確嘅飲食觀念嘛要對細開始教育。簡單食材追求人味，養生如果對接近大自然開始。